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此时，请咱大家闭慢心，互咱用心灵诚实敬拜主，请走吧。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落伊的名的荣光，用学落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全地要敬拜你，吟诗学落你，要吟诗学落你的名。请咱大家来吟诗学落上帝。圣诗第305首，圣诗第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学落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下，学落全能主上帝。圣诗305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你就唱歌，学落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下，学落全能主上帝。一个救主听咱上帝照顾人类的天命，所归拢专属好天命，三个主三个我当天我只管主上帝。我的心心，更显要对主称誉，你是全能的上帝，仰望地里天顶地下，最高主上帝。就是请咱大家悠然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咱大家来齐声来念许多圣经。我信上帝全能地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4母玛利亚出世。伫昆州比亚岛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到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请坐。此时，请咱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第34，启应文第34，伫圣诗的后面1059页。启应文34，就是诗篇146篇。此时，请咱三甲来启应。要称赞上主。我心上要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我一生
要生活称赞我的上帝。毋通倚靠君王，毋通我靠的死人，因为当帮助。因一下断气就归土，因一个离天就无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家，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演化信息，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伊赐生命予了无的人。上主讨放受乖感的人。上主予面前会看见。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疼惜伊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伊互咱道路行袂通。上主会永远做王。谢那你的上帝会代代做王，要称赞上主。这时，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万军的耶和华，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全能的主。只是阮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敬拜你，恳求圣神即时甲阮伫地，透过阮的心门来领受上帝的话，愿上帝的话成做阮的气力，带领阮来跑走人生的道路，嘛成做阮生命的伴照，互阮会当坚定阮的信仰，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一生甲主相结连。亲爱的主，你知阮的软弱，阮伫生活中有时会偏离主的道路，做出主无欢喜的代志，求主赦免阮的软弱，用丰盛的主爱撤销阮的过失，恳求圣神扶持，赏赐阮气力，赏赐阮恩典，帮助阮无受环境、无受时代潮流、风气，甲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求你赏赐信心，伫阮心中成做坚固的伴照，靠主来得胜。主啊，阮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你的圣手，求主你亲自赐福来保守、来看顾，恳求圣灵引带合主心意的牧者来牧养。阮也真欢喜，伫这段片幕期间，看见侪人为教会事工来侍奉、来付出，互教会充满真理甲和谐，互团契互相分享喜乐，分担苦难。恳求主你纪念因的手所做的一切，也有阮伫职业的工作，甲服在教会的事工，会当平衡来行，来参与这个真水不重要的事工。主，这是你所欢喜的代志，阮也愿意安尼来打拼努力，也恳求你保守祝福阮众兄弟姊妹身体健康，心智健全，心内清气，家庭得到真实的平安甲喜乐。同时也要为世界和平来祈祷，祝阮羡慕你的真理，阮喜爱你的民主自由，恳求你来掌权，显明你的公义甲慈爱，除去侵略者的野心。阮恳求你伫万百姓的心内点着真正爱和平的火，恳求你用纯洁和平的智慧来引带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互你的国伫和平的中间定到因的所在。求你引带因除去三对着甲自私的野心，搁对因的心中唤起公平正坦、和谐一致的精神，早日结束战争，互人民会当过着平安的生活。特别伫即次要选市长
甲议会议员的期间，恳求主带领阮用和谐、公平、公义的心，消除各党派中间的怨恨甲相对立的心，来选出的青年，搁认真拍拼，请为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和谐进步，为国家安定、利益人民的人来当选，互台湾这块土地得到全然的救赎甲出路。祝阮今日的礼拜头天尾，愿你来感纳，圣神充满伫会中，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内。伫道牧师的正道传讲上帝信息中，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只是要安静阮的心，好好领受你要互阮的真理，奋兴阮的心灵，愿意来做主所欢喜的工作。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这是圣巴队要来献诗，今日要献的诗是医好我的心唱神歌。咱真欢喜，圣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敬拜上帝，愿一切荣耀归伫上帝。请咱三角来听上帝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载是伫新约路加福音13章第10节到17节。路加福音13章第10节到17节。
无学本是第102页，台语汉语版第86页，现代中文译版第121页，路加福音13章第10节。安息日，耶稣伫一个会堂伫教示人，拄当有一个妇人人犯着邪神，治病18年久，永久拢袂顺得。耶稣看见，就叫伊讲：“妇人人啊，当你脱离你的病啦，就用双手甲伊看，伊即是顺得，就归荣光上帝。”管会堂的因为耶稣伫安息日医病，就受气对众人应讲：有6日应该着做工，迄6日间通来受医，安息日毋通。若是主应伊讲：假好的人啊，伫安息日恁敢无逐人对左里偷伊的牛也是驴，牵去食水吗？即个妇人人是阿伯拉罕的后裔，互撒旦罚伊已经18年久，敢无应该伫安息的日偷伊的干吗？耶稣讲起安尼，才会对着拢见笑。众人因为伊所行一切荣光的事，拢总欢喜。愿主将伊的话刻条伫咱的心。咱今日这杜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法利赛人的有限，请咱恭敬来听，预备请牧师。平安。欢喜来咱的教会，甲咱伫遮同齐来敬拜上帝，咱阿头来祈祷。主，感谢你，启明阮来敬拜你，帮助阮会晓用心灵甲诚实来甲你亲近，也帮助阮不断对伫圣经的中间来看见你的心意，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语的中间，你伫大自然内面的显现，要爱阮是要正做阮生命中的明灯，来赞阮的溃烂，来调整阮的脚步。求上帝你甲阮同在，安尼感谢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你会感觉台湾的社会足复杂的无？有足侪色地吼，有蓝色、绿色、白色、黄色，嘛有乌色，是无？特别是选举要到的时阵，我毋知讲你是毋是开电视，就会当看见着足侪的无共的意见吼，无共的党派的遮的声音。我最近吼，我差不多是6、7月时阵，我就甲我的电视的迄个停掉吼，因为你看的时阵一定会，迄个心情会压胀嘛吼，会有迄个反应安尼。所以伫即个台湾的社会吼，你会感觉讲，哪会遮尔乱吼？安尼要安怎？吼，特别是逐摆的选举哦，你看即摆是2022年，对，2022年嘛。佫2024年的时阵，是毋是会佫较紧张？迄当阵佫有中共的迄个军事的武力的压力吼，这实在有影。整个的台湾的内部社呢是，咱嘛是会当看见着国际社会啊，足闹热吼，即个俄国即个国家甲乌克兰的战争吼，美国甲中国的即个经济战争，连带咱的台湾的股市嘛足受影响的吼，佫遮晶片的战争，佫北韩。吼，伊嘛佫有趁机会来射遮个飞弹，有真济恐吓，冲突好亲像愈来愈严重吼。你敢会想过，若是
耶稣的时代，耶稣迄当阵所生活的环境内面，因敢有即种的情形，还是迄当阵的情形是甚物款的？耶稣生活伫迄个巴勒斯坦的所在，到底迄当阵是甚物款的社会局势？共款共款，也就是讲，因的国家，应该讲，伊迄当阵毋是国家，伊是受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嘛。啊，你知影讲，即个罗马帝国的小小的殖民地内面有几派？20几派，因有分20几派。啊，主要来讲，咱台湾嘛足侪派嘛，嘛有足侪独派啊，对无吼？啊嘛有统派嘛，啊拢足小的吼。啊，伫当时吼20外派，啊总是主要的有4大派啊，所以先甲咱大家小可介绍这4大派，因到底有甚物款的？因有甚物款的主张吼？好，咱当时的4大派有法利赛人，咱真定定听到吼，伫圣经内面定定当四福音内面定定当看到法利赛人，啊，搁来咧，咱嘛捌听过撒都该人，是无？吼，啊，搁来咧，爱色尼，吼，咱即个咱就较少听到吼，啊，搁另外上尾一种诶，就是奋锐党，啊，奋锐党咱就知影讲，即个派嘛是小小诶，因是伫社会上较低阶层诶人士吼，啊，搁真免怎讲，真劣狂诶人，因所组成诶。为什么？因为因是一种诶暗杀诶组织，因想要用武装诶力量来推翻罗马人诶统治。出卖耶稣诶犹大，就是奋锐党诶。好，啊，爱色尼咧，爱色尼即派人，因是安怎？因是离开城市，伫咧旷野来修道。吼，因提倡着所有诶物件拢共同来使用。啊，因是真遵守摩西诶律法。啊了后咧，因随时伫等待弥赛亚的临到。啊，所以呢，生活足简单诶，有通食一点仔面包啊水，吼，安尼就会使啦吼。啊，所以因是一个会用讲是当时的修道人啦吼。好，啊，所以因对社会无啥物款的大的影响，总是因是当时的叫做啥物啊清流啦吼。好，啊，搁来啊撒都该人咧，撒都该人因是属于祭司、贵族。甲好野人，啊，遮个人咧，因追求世上的权利甲物质，因为伊是真好野的，遮个免怎讲，遮个进口的生理、出口的生理，对着巴勒斯坦迄个耶稣所徛迄个所在，拢全是因伫掌管的，啊，所以因是真好野人，啊，因真好野人，因重视的是追求希腊化的生活。啊，希腊化的生活吼，即摆我毋知要安怎比例咧。若是讲伫我细汉的时阵，你知影我细汉的时阵吼，食一粒苹果吼，当时才会当食着苹果，过年啊，过年才会当食着苹果，啊，搁爱切一周，阮兜5个囡仔啊。一粒苹果要切做5周，迄是真困难吼。啊，所以常常拢为着食苹果，但安尼无欢喜。啊，所以我妹妹就讲，我若吼趁钱了的，第1个月薪水拢要去买苹果。我就足欣赏，我讲，啊，你要请我食无？伊讲，看你了真对我好无？你就知影讲，这是细汉的时阵，啊，那种苹果对倒位啊来？韩国还是美国，当然是美国。啊，啥物款的？我是家人，伫家人出世大汉的，读家人女中，啊了后来台北读大学安尼。啊，阮伫家人的所在有真侪迄落叫做委托行，吼，真侪日本货，啊嘛真侪美国货，啊，当阵真侪会当看到美国的军人来家人嘛吼，啊，所以嘿，当阵美国
你若是会当去美国，也是有得到美国的物件，你就感觉讲哦，真厉害安尼就对啊吼。啊，你知影伫耶稣迄当阵诶，撒都该人，因所追求的就是希腊化。你知影整个的罗马帝国政府，因是罗马的军事力量统治，啊，总是因用什么款的文化的内容，用希腊化的文化的内容，因为希腊的文化是当时是真较悬的文明，啊，所以吼。这个罗马帝国政府摕来做统治的手段，啊，但是希腊化的生活是爱好野人才会当过着的，啊，所以撒都该人因就是追求希腊化的生活，啊，争做因的身份地位啦，吼，甲平常人无相像的，啊，因对着摩西的律法，因是重视叫做成文的律法，写做文理的。迄当阵，吼，因是写做爱写做文理的部分的时阵，因叫做成文的律法，因反对考传。即阵人甲即个希律王有真密切的关系，因有真深的即个血统的关系吼。啊，因遵守罗马人的统治，啊，这是撒都该人。啊，咱过来特别来介绍即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实在是真精彩吼！法利赛人因的希伯来语的利君吼，意思就是讲分开、分隔、分。我即摆台语愈来愈退步吼，即摆倒来台胞，真少人甲我讲好老话吼，好分别做成吼。伊的利君的意思是安尼是，就是讲法利赛人因认为因家己就是。脱离迄个污秽垃圾的生活，啊，法利赛人是安怎来产生的呢？大概是伫犹太人被掠到巴比伦的时阵，就已经出现啦。啊，就是讲，你知影讲伫圣经内面，咱会当看见着受掠到巴比伦的一个真出名的先知，吼，叫做但以理，对无？但以理的故事，咱用但以理的生活经验，就知影讲。法利赛人因期待讲伫外邦的即个腐败的生活，因会当保持纯洁，吼，啊，甲世俗保持是分别，保持距离的。其实当时的遮个以色列人因被受掠到伫巴比伦的时阵，大部分的人拢是做奴隶，拢是做人的奴仆。只有少数的人，真优秀的人，才会受到即个巴比伦的即个皇帝甲伊收来做，要来做因国家内面的即个会当使用的人。啊，所以有即种的历史的即个研究了的时阵，咱看见着。到伫主耶稣的时代，法利赛即派是称做犹太教派中上界有势力的教派，真有势力的教派，就是讲整个的耶和华宗教是即阵人讲的才算数。撒都该人因虽然有统治权，总是因对着当时的即个因的信用，毋是遐尼第一，吼，这咱有即个了解。啊，所以法利赛人是整个社会中间的中产阶级。啊，什么是中产阶级？就是整个社会内面上界稳定的一个社群。所以，即阵的人，法利赛人，因爱要甲世俗保持一个距离，所以因反对希腊化，因足反对希腊化，因认为讲，即个希腊化其实希腊化是啥物意思？希腊化就是国际化，若是国际化的时阵，就表示因爱接触到真济世俗的真济无清气的代志，所以因就反对。啊，因真强调严格来遵守摩西律法，啊，佫真济口传的无成文的遮个经验，
所以因有对因来讲真重要，就是迄个土啦，迄就是无成分啊，尾啊嘛是诚做成分的吼。所以法利赛人因遵守的物件就变做讲，有一句成语叫做多如牛毛，就是真济真细节的代志，因拢足重视的。总是因伫重视的过程的中间，咱会当看见着讲，法利赛人因是社会中的中间分子，因足优秀的，因的资源足济，因的规矩足好的。总是因拄着遮个困苦、资源不足的人的时阵，因就讲因是罪人，因是歹人。所以你看路加15章的所在的时阵，耶稣讲的迄个3个譬喻，就是讲耶稣去甲迄阵歹人做伙，抽象的歹，啥物叫做歹人？咱是你嫌中文的圣经好合本的是翻译做罪人。为什么翻译做罪人？因为即阵人就是反批师傅，是因就是煮食的人，因就是爱去摸迄个动物的尸体，即种的就是歹人，因为因的当时因的资源无够，毋是因的能力不足，总是法利赛人就直接来拒绝因来进入会堂，是无？进入圣殿来敬拜，称因做罪人，称因做歹人，这就是法利赛人。好，咱来看圣经，就是拄则黄长老所帮咱读的这段经文，记载讲，伫一个安息日，耶稣伫会堂教导人，有一个妇人人贵妇心嘛，腰安尼翘骨直袂起来，有18年的时间你知影讲这是一个真艰苦的代志，即种特别的人真容易埋怨，是无？怨天怨地，是讲伊根本就歹势出来看见别人嘛，伊搁较无可能会去会堂敬拜。这是这个特别得着妇人病，这个妇人人，伊伫即种的身体真极端无舒适的情形下面的时阵，伊嘛有可能人会讲因仔话讲即种的人就是到底得着什么款的罪得罪上帝他会安尼生袂好势咧，医袂好咧。一定有人讲因仔话的时阵，伊抑阁犹原真坚强来到会堂来敬拜上帝，实在是对咱来讲伊这个信仰是真坚强的所以耶稣看到伊，耶稣就马上过去，叫伊过来，甲伊认领，甲伊医治。妇人人得到医治了的时阵，伊就即时来归荣光予上帝。我想这是相信，这是每一个人伫经历着圣灵了后，予上帝医治了后，应该有的反应嘛，而且是马上有的反应嘛，而且佫有真大、足歹形容的迄个喜乐，对无？好，总是这个会堂的主管，会堂的主管通常来讲无例外，就是讲，迄当阵会堂的主管，当时的宗教领袖一定是法利赛人，你了解意思无？好，所以当这个法利赛人伊看见着这个新娘发生的时阵，伊竟然安怎？伊竟然足生气的为什么咧？为什么伊会生气咧？看到新娘发生的时阵，应该谦卑应该欢喜为什么伊会生气咧？因为这甲伊头脑内面的经验，甲伊的信念，甲当时会堂的传统无符合，违反着伊的经验，甲伊的学习，甲伊所学到的教导。为什么？因为伊讲，伫即个14、10个所在，伊生气对这人讲，有6日应该着做工，迄6日间通来受医，安息日毋通，是无？圣经安尼写，伊讲安息日毋通安息日袂当。有啦，
伫托拉内面的记载吼，就是讲，除非有人到要死的地步的时阵，伫安息日会当请医生。啊，所以这个宗教领袖讲啊，你佫会行会叮当呢？虽然是安尼翘夫，啊，所以你无到死的地步，啊，所以破坏法利赛人因头脑内面认为的这个宗教的规矩，伊抵的是迄个宗教的规矩，伊无看见迄个妇人人得到医治了的喜乐，迄个轻松，迄个自在，迄个自由。对伫一个犹太人来讲，特别是法利赛人，守安息日毋单单是生活习惯，迄个规律礼仪，更较重要的是因的重大的责任。吼，因上较重视的就是安息日，守安息日甲守割礼，是犹太人伫宗教顶面的基本的礼数。咱即马吼，咱伫2022年的即马吼，咱有当时啊，特别是疫情的中间的时阵吼，我有当时嘛办同去做礼拜，我就去迄个线上，你知影？伫网络顶面做礼拜哦。咱有真济对家己的即个犹太啊吼，对家己的，安怎讲？疼惜家己，吼，总是伫法利赛人因袂通啊，袂使，无有即个代志。守安息日，守割礼，这是法利赛人甲外邦人一个上界分别、上界明显的记号，所以一定爱遵守。因若是无遵守，因就毋是法利赛人。所以15节到17节，耶稣就指责遮个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法利赛人关心因的情生，赢过因关心人。法利赛人关心因家己的财产，总是因无关心遐有病痛需要医治的人。即个法利赛人听了耶稣的话，伊当然听有嘛，当然听会明白，因会感觉歹势，因会感觉见笑。总是法利赛人伊的心内面，迄个头脑内面伫相拍。就是讲，因为因认为伊所受的教导，就是讲，伊认为讲，伊是引用上帝的话语，伊是徛伫上帝迄边的呢。上帝是徛伫因迄边的呢。啊，即摆即个少年有气力，有能力，透明圣经，会当医病赶鬼，受人看做真有能力的即个少年的先知，煞变做因互相有冲突。因是徛伫迄个对立面。法利赛人因家己认做讲，因是有上界正当的传统，上界上好的制度，上好的安息日，整个的社会就是安尼来运行的，安尼来运作的。总是法利赛人因无看见到，虽然因有即种好的制度、安息日的传统。总是因袂当帮助人脱离迄个捆绑甲压制，啊，所以耶稣甲法利赛人慢慢啊对四福音书的中间的时候，就看见因开始起冲突。一头先的时阵，耶稣嘛是常常接受法利赛人会请客嘛，去因兜做人客嘛，是无？同齐食饭，譬如讲。路加第6章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伊请耶稣食饭吼，6章36节。因为耶稣就是一个少年的先知，伊的名声愈来愈出名，大家拢想要认捌伊。啊，即种的暗顿是足公开，也是地方内面的大项的代志。只要有名声、有名望的这个列比，通常拢会去互好野人。其实地方的好野人，毋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集中伫个耶路撒冷的所在，是京城的所在。啊，这个地方的头人拢全是法利赛人。啊，这个地方的头人，因真爱伫暗顿的时阵，邀请这个有名望名声的列比，
然后来因兜做人客，请伊食饭。伫食饭的中间，因的大门是拍开的。迄当阵就是诚做因迄个地区的宗教育工作，所以不只是即个请人客的主人，甲伊的亲人，因的门爱拍开，互真济即外口的人，无论是去食是啥物款的人，拢会当来听讲，拢会当来免费来听讲，总是无附带晚餐啦，所以伫迄个所在，会当听见着真济对着圣经对着因的信仰，真济充满智慧的话语。伫即种的来往的中间，法利赛人慢慢，伊就足满耶稣的就拄则讲着路加15章的所在，耶稣甲抽象的甲歹人同齐食饭，甲因交朋友。耶稣要去交迄个撒该，迄个上界好野的抽象的头人，所以法利赛人会感觉讲，你太遐尼毋捌字吼，你是足捌字的人，会晓解明圣经，总是你咧毋捌字去交陪遐个人哈。这是甲阮即种有身份有地位听上帝的人是无共款的，是袂当做伙。所以法利赛人开始责备耶稣的学生食饭无洗手。咱即摆拢强调讲食饭爱洗手，迄是为着卫生。总是因迄当阵毋是迄当是宗教的规矩。所以有一个安息日，耶稣甲学生经过迄个卖田的所在，学生枵就去挽迄个麦穗食。法利赛人就足生气的，就讲因伫安息日做无合法的代志。耶稣伊伫下9的讲话嘛是伫安息日。法利赛人就足羡慕的，总是足怨妒的，就讲耶稣是靠迄个鬼王来赶鬼的。到落尾时，法利赛人怎就联合因的对敌派，伊的对敌是啥物款的？派别的，就是撒都该人。伊怎联合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伫马太16章第1节的所在，来试探耶稣，请耶稣显明神力，互因看。佫摕一个牛仔，佫讲爱纳税，还是毋爱纳税的代志。咱看咧圣经进行到马太23章的所在，耶稣就直接来指责法利赛人因所有上界不堪的代志。因讲你是内面充满着贪婪甲放荡，你亲像迄个外面是真糟蹋了真水的梦，总是干那外面好看，内面是死人骨头。所以耶稣其实骂人嘛是真有迄个分量啦吼。但是咱看法利赛人，其实伊嘛是有真敬畏上帝的人。譬如讲信无真理的尼哥底母，伊嘛是会当为着耶稣来辩解。嘛佫有加玛列。这是《使徒行传》第5章34节，经过伊的劝解了后，这百姓怎就无去来迄个甲这基督徒来做对立甚至连这个使徒保罗伊进前嘛是法利赛人，所以咱即马就爱来理解讲，为什么？一个宗教的领袖伫耶稣为着富人治病了后，法利赛人伊迄种气牙牙的迄个质问，伊头脑内面伫淡仔伫冲突的，是讲到底要安怎来明白上帝？无人会当否认着法利赛人，因嘛是足认真伫敲找上帝的工作，伊嘛是伫期待弥赛亚的来临。上帝到底是安怎工作？上帝伫倒落伫工作？上帝透过啥物款的人伫工作？
这个问题嘛是法利赛人所关心的，总是嘛是犹原困扰着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因的了解是创世纪，上帝有伫安息日工作吗？无啊！伊上帝伫创造了后，宣布即一日爱诚做休困的圣日嘛。上帝会伫安息日工作吗？法利赛人是有真大的困扰，不只是困扰，伊嘛是有真大的挑战。但是法利赛人伊真清楚明白，即个耶稣是甲阮无相像的。阮是专门研究摩西律法的学生，总是耶稣只是一个加利利人的做目像的囝，做目像人的囝尔嘛。上帝会可能透过阮无熟悉的系统，阮无熟悉的即个做目像的工人的囝来工作吗？上帝会使用即个真意爱、甲抽象的、甲歹人做阵的人来工作吗？真侪困扰，真侪袂明白，总是到最后，耶稣的法利赛人的选择是徛伫甲耶稣愈来愈大的冲突，因为耶稣敢指责，所以因意爱甲耶稣徛做伙，因意爱徛伫因家己掠做是真骄傲的传统。法利赛人因的问题，就是因将因家己的界限、有限人的有限的认捌，成做因信仰甲生命的上界重要的迄个中心啦。因的有限是无法度建立人甲人的迄个疼惜、迄个人性的尊重，反倒转因诚做是压悬家己，然后来排斥别人的即个意识形态。所以因所意爱是迄个伫因的中间所形成的迄个权力，却毋是指引上帝迄个生命，也是上帝的心意。这就是耶稣即位因的原因嘛。相共的吼，咱若是伫咱的教会内面吼，特别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面，咱若是伤过头强调咱的教派的特色了后的时阵，这个特色是超越着福音的时阵，我想这就是咱爱检讨的所在。政治真重要，总是政治的关心，若是超过咱的福音的时阵，这就是咱爱反省的所在。袂使将咱所认捌的家绝对化，咱其实爱所强调的嘛是福音吼。这个是一个基本，咱伫信仰内面所爱讲的。所以咱看见耶稣吼。耶稣毋是一个温良恭俭让，我毋知影即个台语要怎讲吼。伊毋是一个真温顺的人。耶稣毋是继承着亲像法利赛人因即种有权力、有权势，就是耶稣嘛毋是反叛的青年。耶稣伊伫伊短短的33年久的中间，伊有指责当时的遮的伊的宗教，总是伊无脱离哦，伊无脱离家己，搁去成立一个教派出来，是尾啊，即个基督宗教是保罗所创立的吼。所以咱爱知影讲，耶稣甲当时的人相拄的，伊所要表达的，拢是关系生命的代志。无论伊甲撒都该人、甲法利赛人、甲文士，还是甲遮个罪人歹人。甲遮抽象的人，伊期待讲要安怎伫真足看家己生命的实苦，
然后做出回应，这就是耶稣的态度，这就是耶稣的态度。所以，结论来讲，不止2000年前的法利赛人约翰，伫2000年后，咱生活伫台湾的咱嘛是非常的有限，因为咱袂明白为什么有人一定的确就爱选择这个色地、迄个色地。我家己本身吼，你知影我姓道，我姓道吼。有只长老问我讲我姓道，台湾人真少姓道，因为阮爸爸是山东人，阮爸爸对山东战争了时阵来台湾的吼，所以我姓道。当然咧，真对细汉时阵就是真难识，迄当阵伫我细汉的时阵，都无其他识字啦，吼。我伫高中2年的时阵吼，我的教官甲阮讲，你若来加入国民党吼，我请你食便当，食鸡腿便当。阮鸡腿便当一个月食1摆无，对无？我是国中第1届的人吼，你就会当算出来我的年纪啊。所以迄当阵就感觉为着你知影，为着一个鸡腿的便当，就去加入国民党，总是干那迄改名。但是我结婚了后，你知影我的先生吼，伊是即个叫做金蕉案的受害者。我先生以前吼，伊卖金蕉啊，有品牌，销日本的金蕉有品牌，你知影？有品牌，所以伊开迄个法国的跑车，伊讲以前足要咱讲足溜道的，是毋是安尼讲吼？安尼真厉害啊！吼，总是金蕉案了后的时阵吼，一败涂地，伊就开始转换饲牛、饲猪、饲啥，那阵政府伫甲因辅导，总是尾仔拢袂成功。所以伊的人生吼，就对迄个金蕉案了后，整个就落去啊，无可能搁爬起来。所以伊是亲历的，你知影？所以伫即个拿，阮兜兄弟姊妹，我有5个，内面嘛是3个半是拿色的所以这是对阮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冲突。总是伫个信仰的内面，咱要安怎不断来看见这政党的有限，读历史嘛。你定爱知影即个历史嘛？台湾史进程的过程的中间，到底即个色地是安怎发生的？咱比较用较客观的立场，总是不止是安尼是，咱才袂陷入着迄个互人意识形态的要安怎讲限制。过来，搁较重要就是讲，咱要安怎用福音，咱要安怎用咱的信仰。来看什么货？来看，咱要安怎？咱拢定定拢想讲，我要摇动上帝的手，互即个人当选。总是咱毋是要去牵上帝的手啊，咱要去影响上帝，咱毋是要互上帝影响咱。我上意爱讲的一个例，就是讲对我来讲上有启发的。一个信仰的前辈叫做林肯，美国的总统，林肯总统，伊伫南北战争，伫战争的时阵你知影一开始的时阵，南北战争，北边林肯是属于北边的即个总统，南边这边才无同意工业化嘛整个的才会偷放乌人嘛。两边有信仰无？两边拢是基督徒啊，所以当第1摆头先拍的时阵，南边的资源较丰富，所以因较赢。第1摆北边的将军拍赢的时阵，伊就足欢喜好，真无容易，因怎啊赢？因就开会，就甲总统报告讲，咱赢，
我甲你讲，上帝徛伫咱即边。啊，林肯总统伊安怎讲？毋是，是咱爱徛伫上帝即边，是咱爱徛伫上帝即边。所以伫咱的生活，虽然伫即个吵吵闹闹、复杂、真歹讲的即个台湾的社会，有国际，即马咱愈来愈看清楚是国际来影响咱台湾。啊，咱台湾内面，咱是安怎受影响的？咱是安怎来分裂的？咱要安怎来祈祷的时阵，咱是期待咱上帝伸手的时阵，咱会当去看上帝的手，毋是咱甲上帝讲，上帝我指定爱即个人，我指定要安怎照我的意思。爱亲像林肯总统讲，上帝期待我是徛伫你即边的，是徛伫所有的公义和平，是仁爱，是善的，是水的，吼。好，咱咧不断知影讲是家己是真有限的，啊，搁来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讲，当咱逐摆读福音书的时阵，这毋是过去的代志。对伫信仰来讲，所有每一摆咱读圣经的时阵，拢全是上帝是迄当阵的上帝，上帝嘛是即时即刻的上帝。这对咱才有意义啦。这才是咱诚做基督徒上介大的快乐。这个圣经是对咱产生快乐的，是耶稣伫甲咱讲话。吼，咱爱有即种的意识，即种的明白。所以咱逐摆读圣经的时阵，咱会甲耶稣基督相拄。上帝不止甲2000年前的人讲话，上帝也伫即个世代伫进行中间的时阵，上帝每一个时代拢伫甲人讲话，上帝嘛伫甲咱现代讲话。所以咱伫信仰告别的时阵，讲圣道相通，什么意思是圣道相通？就是每一个时代圣道，因嘛是抑搁伫上帝的面头前，因毋是过去的，是拢伫即时即刻的，这是圣道相通的意思。所以期待咱逐摆读圣经的时阵，上帝甲富人讲话，上帝也甲我讲话，上帝甲我讲话，互我得到望，互我得到安慰甲勇气。当然，上帝也不断伫甲我提醒，我要安怎行出甲即个世界，甲即个世俗无相像的，是上帝属伫天国的道路。咱同齐来祈祷。主耶稣，你应允阮有天国的福气，毋是阮会当得到什么款的利益，是阮明白你爱阮诚做什么款的人。伫遮尔啊动乱的台湾的社会内面，互阮不断来分别，阮是一个自由的人，阮无受捆绑，阮嘛无爱捆绑别人。互阮会当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的顶面，安尼感谢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咱真感谢罗牧师用圣经的话语，甲咱三面的，咱即时要来吟圣诗210首，圣诗210首。那落地直直走，喙焦爱啉溪水，我心羡慕爱到上帝所住迄位。圣诗210首，请咱起立来吟。我
这时咱要来奉献，请济南执事甲秋梅执事来书献。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咱大家先开酒报。咱报告事项，今日感谢道牧师讲道原主赐予道牧师所做的工。第二，后主日11月13，讲道是欧纯颖同学吼，伊题目是见证分享生命的蜕变。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30到第40。后主日是台湾神学院纪念奉献主日，学校派欧纯颖同学来本会请安报告。请为神学教育关心大道奉献。第四，咱因为疫情即摆有较舒缓，所以咱伫11月10日，就是即礼拜拜五暗时7点半，要恢复查经祈祷会。刷查即个箴言第29章，咱欢迎即个兄弟来拨空来参加。第五，11月14日。七星中会上午10点，伫中山长老教会要召开第72届第一次的会议哦。第六，11月20日，就是后礼拜日举行感恩节礼拜，咱要邀请兄弟来做感恩的见证的分享。会后大家要踮教会遮用爱餐，咱爱餐结束了后。要一同来布置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教会，咱欢迎有闲的人尽量来参加。咱要请杨长老来安排这个圣诞布置的事宜。第七，这个会计报告咱10月份顶个月份的总收入是117098块。总支出是64465，咱所以10月份的结余是52633，26300。咱1月到10月的总结余是385781，这是咱今年度1月到10月，咱加上咱。顶年度的结存金有108166，所以咱即满即个银行的即个存折伊有一个挂符是到9月30，迄毋对，迄是爱到10月30所以咱银行的存折是438414块，这是到10月底的数字若是大家对这数目也是有。要请教的事项，会使
这个唱马结束，也是民兵结束来请教吼。咱来看倒边诶聚会活动吼，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咱圣歌队练唱是上午8点半，咱早间祈祷会是暗时7点半。咱即礼拜要早间诶就是箴言第29章吼。咱来看即个顶周诶人数甲奉献诶统计，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诶所在，则来会计来更正。咱圣港事奉，咱即礼拜招待是素琴子甲槟榔香吼，咱插花是娘长老，清扫是唱马结束。咱后礼拜讲道是欧纯颖同学吼，书会是卢寿安长老，抒琴是宪文老师，领唱是直男执事，书献是唱马结束甲民兵结束，招待是谢宝姐甲苏长老，插花是唱马结束，清扫是谢宝姐。咱即马来看咱正平下骹的本周的经句，我用台语汉语版来读一遍了，请咱大家内底读2遍了，再用华语读一遍吼。练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这是请咱三教来读。练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练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6篇1节。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也是坐个原位，大家互相用拱手来请安。平安。这是请咱大家来吟诗，圣诗399首，圣诗399首吼。愿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的疼每时刻，甲你永同在。愿主阳光变照你，用慈悲款待你。主圣神保守你，对即时到永世代。圣诗399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就是请杜牧师祝祷。愿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的疼每时刻，甲你永同在。愿主永更偏照你，永慈悲款待你。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的疼每时刻，甲你永同在。愿主永更变照你，永慈悲款待你。主圣神保守你，对即时到永世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
圣神的上土，甲恁众人得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热倒闭会。